高 Sir 感謝抖音邀請，出席2025抖音綻放多元季閃耀維多利亞港。今晚25組榮耀主播在星光大道紅毯定格年度高光時刻，在 Wonderland Live 讓才華大放異彩。通过直播传完给全网的观众，在一起，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神秘特邀嘉宾，一位穿过那片银河，那场婚礼是为祝福。妹妹准备好心意，一个人做新礼物来没关系。暴风雨一件内衣，恋爱是你和心意，人造人生活远远难躲避，风吹走一半。嫌疑人的轨迹不是事故，而是舞台的召唤。戴上金箍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复活，肝肠寸断，提醒我活着的证明。才得到你的名字。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当有人还在。表演再次掌声送给那大家同時也可以看到我的身邊還有今天晚上驚喜嘉賓 Mommy。今晚一班抖民十分興奮，全場氣氛熱烈，完場還有無人機表演，抖音照亮維港，為香港送上祝福。高索歡迎各位抖民來到香港參加盛會，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和盡興。香港還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歡迎大家多留幾天，也歡迎大家多來香港玩，家門雙向奔赴，互相交流共勉。點讚關注哦。